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17点按关通报宋排长，按关处有您的电话。你平常会做饭吗？我平常蛮爱做的啊，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做给2位吃啊。强强啊，你要再多加把劲哦，不然我们家晴晴很可能会被人家追走。妈，你在说什么啊？我已经跟人约好了，我就约在明天转角，我们那个转角的咖啡厅。每周一到周五晚间。我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来看现场上新。我相信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整合，一定可以让我们各地的所有的党部跟我们的竞选总部能够完整的能够整合在一起。而第二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各县市完全的能够整合在一起，包括我们各县市的党部、竞选总部。尤其是在我们15个执政的县市，我们要请我们各地的县市长来领军来辅选。那领军辅选由各县市长决定他的形式、他的方式，然后我们尊重各县市长，由各县市长来领军，结合我们19个议会担任议长的以及副议长以及各议会的议员，大家的战力。把它结合在一起。那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发挥各界的力量。所以刚才我跟曾总干事，也就是竞选总部的曾总干事，也是党部的曾秘书长，我们会汇集所有社会各界的力量，包含我们党内的很多的前辈先进，还有我们在社会各个角落的重要的干部。以及我们重要的社团负责人都希望能够加入我们的竞选团队、竞选的阵营当中，所以一些前辈，可能一些长辈会担任荣誉副主委，那也有一些目前在各地很有声望的，或者是各领域很有声望的一些前辈会担任我们的竞选总部的副主任委员，然后我们。也原来竞选总部有3位副总干事，我们都是执行副总干事，然后我们也会扩大增聘一些副总干事，让我们整个的竞选团队，让我们很多执行面上面，很多在竞选的领域上面能够扩大，我们争取更多的支持啊！最重要的，我们希望有争取更多的年轻的社会的精英能够支持我们国民党，所以我们明天还会举行一个新世代的战斗团的成立，由我们在各县市的这些原则上就6年级生、7年级生、8年级生，也就是20几岁、30几岁、40岁左右为主的这些议员来加入我们的团队，让我们整个团队更具有战斗力啊！最后。我们要汇集社会所有的力量，在最后的1个月，能够创造我们所有对国民党支持的力量，对韩国瑜、对我们各地立法委员支持的力量，能够汇整起来，创造我们最后的胜选。我跟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报告。那刚才跟吴主席谈完之后，也跟我们竞选办公室的团队的这些同仁见面，也给大家加油打气。那最后呢，跟我们曾总干事还有哲华兄跟几位，主要我们在讨论包含总统选情跟各县市的各地方的，还有我们各立委选区的一些选情。那我们能够补强的，能够加油的，我们继续努力啊！谢谢大家，谢谢。
好，咱即摆听到就是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伊个礼拜日正式接韩国瑜竞选总部主委职权，刷来真骨力拜访国民党的头人，要来团结党内势力。昨昏拜访前总统马英九，也有前主席吴伯雄，下早来拜访即摆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拄则咱看到就是上新的画面。同款嘛是上新的场面，继续来关心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车六来到外公部来抗议苏启成的案件，和警察 QQ66发生冲突。即嘛外交部按算要来告立法院，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续记者吴品玲来传来了解。品玲。好，观众，那也关心到立法院的最新情况。国民党立委在6号前往外交部抗议苏启成案，不过过程当中爆发了推挤冲突，是有多名立委挂彩送往台大医院就医，而当中国民党立委林奕华是脚部被压伤，不过却被网友很酸，是伤势也很大。今天林奕华现身立法院，走路还是脚一跛一跛的，不过他也出面还原当时冲突的情况，甚至难过到掉下眼泪。那您看到现场最新情况？就因为我在哀嚎，所以我们的同仁才赶快又去推门，因为我从当时喊我的脚，我在喊我的脚的时候，我的脚就整个是被压在门上面，到现在就是疼痛到无力，然后一直喊我的脚，那个哀嚎就因为我的脚就从刚整个被压在门上，动弹不得。所以今天为什么会被救出来坐轮椅，是因为脚就一直被压在门上，完全无力。那无力的部分当然当天可以恢复，可是问题是我整个脚内侧的受伤是事实啊，所以我要戴固定器，戴个3天，到昨天经过医生同意才换成护膝。可以听到林华表示，当时是听到远景在外交部里面下令压门，让他痛到哀嚎。不过也是因为被压太久，当下脚无力，才会坐轮椅送医。直到前天才拆掉固定器，改用护膝。也呼吁警方要公布搜证录影带来还原真相。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多谢品玲上新的报道，继续要来关心在点小连线上新的画面。先来看到今年耶诞节，台中市政府办一个台中耶诞梦想世界点灯的活动，为台中旧火车头一直到绿川、柳川来扫迪士尼经典的 Mickey、Minnie 这个造型的电火。暗时电火一个笑，看起来实在真迷人。也不过点灯了后，头一个拜六、礼拜日超过5万人次来参观。昨暗都有一卡灯座，互人破坏。Mickey 在内拢总3座灯座的面。也阁有身躯，拢互人乌白话。市政府赶紧请厂商来回复，嘛已经顺时点灯，不离个比普通时较晚1点钟的时间。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嘛赶紧在人面册发紧急公告，呼吁民众都爱少留物件，互大家拢欣赏会到。同款嘛是在点上新的画面，昨下晡新德县德东镇中兴路2只奥特曼销量，一只是为巷仔口挖出来，另外一个骑奥特曼查某人因为反应袂利，直接甲伊弄落，零件落甲规涂骹，2个人拢摔伫涂骹，摔一个真正力，着轻伤，互人赶紧送去病院。警察事后调查，发觉79岁姓刘的欧巴桑，因为无让大路的车，发觉讲弄人的这个姓查某囡仔，以酒测数字0.61，甲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依法上办。另外，这件严重的车祸发生在国道1号桃园龟山这段路，明尾差不多3点钟发生火烧车意外，一只货柜车弄到头前大拖车，货柜车规台倒起来，运将受伤，互人送去病院治疗。因某和一岁外的查某囝因为后悔小事，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明勇。各位观众可以看到高速公路上燃起熊熊大火，整台货柜车车头全都陷入火海，而车上还有一名妈妈和1岁多的女儿，根本来不及逃生，不幸身亡。可怕的火烧车意外发生在今天凌晨将近4点左右，当时货柜车驾驶欧姓男子从台中出发，载着老婆小孩要到林口送货，没想到经过国道1号北上45公里处时，货柜车因为不明原因直接撞上前方连结车，驾驶当场喷飞出去，而他的妻女疑似绑着安全带受困在车上，过没多久车头就开始起火燃烧，火势相当猛烈。消防人员到场立刻洒水灭火，但货柜车上的2名母女还是不幸身亡。先带您听一段警方的说法：在林口路段的爬坡车道，那后方的
货柜车在行驶在爬坡车道时，不明因撞击前面的在 H 钢的营办连接车，那撞击后导致车头起火，起火时我们那个2名乘客已经没有办法逃生。而这场火烧车事故还造成国道大塞车，后方一度回堵17公里，塞到了中立路段。后续警方到场排除，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车。而货柜车司机究竟是疲劳驾驶酿祸，还是有其他原因？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资讯，将时间交还给棚内。多谢明阳，继续嘛要来关心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今年6月，台南一间练歌场有人开枪杀警察，下早台南地方法院正式宣判这个嫌疑犯19天2个月有期徒刑。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孙慧冠来传人了解。慧冠。谢主播，今年6月发生在台南练歌场的杀警案呢，上午呢，台南地院经过半年的审理，是正式宣判，这名梅姓凶嫌呢是被判了有期徒刑19年2个月。而这起案子是发生在今年6月14号当天呢，这名刘姓侦查组是前往住家附近的一间练歌场与朋友欢唱，结果遇上了3年前有过伤害恩怨的梅姓凶嫌，2个人狭路相逢，发生了口角，没想到这名凶嫌当场开枪，造成了刘姓侦查组中弹之后送医不治，而检方起诉认为这名梅姓凶嫌有杀人犯意，请法官能够从重量刑。而法官在上午做出了宣判，这名梅姓凶嫌持有枪械的部分是判处了4年6个月徒刑，杀人罪部分判处15年徒刑，合并应执行19年2个月，而全案仍然可以上诉。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状况，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会馆，另外这个画面要来看到台东警察半暝2点钟，伫咧中兴路发觉一个50多岁姓杨的查甫黄叶叶，但进前要甲伊查的时，这查甫煞脚底抹油赶紧酸，拢总死的警察随化过落尾双方 QQ 落落，嫌疑犯的骹腿骨头煞凹断去，疼甲伫咧涂骹哀哀叫，警察赶紧叫救护车甲伊送去病院，落尾伫咧伊的身躯嘛查到0.6公克的安非他命，等到嫌疑犯较知人，才来甲伊问话。另外，这是台南有人去灵骨塔要来拜祖公，结果煞互人锁伫内底走袂得出来。该在有打电话赶紧报警察，喊救命。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吴梅山来传人了解。梅山。好，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远警来到灵骨塔进行搜救，因为他们获报呢，有一名男子疑似被反锁在塔内2个小时，找不到路出来。那么经过逐一搜查，总算是在这座塔内找到人。来看当时的情形。你免紧张，阮伫外口。我叫师傅来开。好的，可以看到远景呢是听到这个塔内传出了呼救声，那么赶紧上前安抚对方，接着找庙方人员来开门，终于让男子顺利脱困。原来这名男子趁着周末到台南竹溪禅寺祭拜亲人，但当时灵骨塔并非开放时间，他请庙方通融入内祭拜，不料却超过约定时间，被反锁在里头，受困2个小时。幸好最后在远景帮忙下顺利脱困，结束这场惊魂记。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形，将神交还棚内。多谢梅山，同款嘛是牵猪某为牛喜去，奥多摆徛距离国道5号，一直徛入去到雪山磅坑内底。国道警察车一直呼呼弹，伫咧广播放送，唔影过即个徛奥多摆的人，伊同款拢无伫咧救，头尾拢总徛18公里，才互国道警察抓落来。落尾发觉讲，原来这是一个查某囡仔，进前互老母通报伊是失踪人口，警察甲伊问，伊拢含糊糊的，唔讲清楚。上尾老母来到现场，才会当确认伊的身份。磅坑内底国道的警车一直弹，佮广播叫头前的机车停落来，看卖边啊，全部拢是车，机车徛伫国道顶的实在真危险。佮查某人拢无咧休，国道警察继续追徛。代志发生伫车口，宜兰有机车徛去哩国道5号，佮徛入去雪山磅坑内底，徛18公里远。尾啊，国道警察真无简单，才总算伫石顶路段甲抓落来。调查了后发现，伊早伫进前就互妈妈通报做失踪的人口啊，可能是精神的状况无好，才会徛车上国道。头城交道上来往北行驶，至于要往何处，我们就不得而知。对远景的询问表达，就没办法正常的表达。
查某人的妈妈嘛随赶过去确认身份。警方讲，机车无驶离开去的国度违反道交法，会当罚3000到6000。建议民众若是拄到同款的代志，先甲车停伫安全的所在，放警示的标识，刷落卡专线，请各地的警察斗3工，避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件车祸事故无遮尔好运，这是苗栗一个读内涵大学进修部细只的查某大学生，伊桥倒摆经过第13架线造桥这段路的时，无张地去回到路边的护栏，刷来搁再弄到车厢顶的铁机啊，头壳弄一个真正力，赶紧互人送去病院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因老母今年5月才拄过身，家己嘛惊某二晕。详细事故的原因，警察当日进一步调查。救护车接到报案，赶来现场，一个查某囡仔趴伫咧路面，头受到重伤，有一个真大的空喙，血一直流，人已经无伫喘气啊！救护人员赶紧将伤患扛去咧救护车，一边做 CPR， 一边送病院。无想到最后也是来过往。额头有一个比较大的撕裂伤，现场有摸他的颈动脉是没有摸到的。警方调附近的监视器画面，发现联合大学进修部22岁姓谢的大学生，家己骑奥多摆经过，甲后壁的车相差有13秒，对现场弄的痕来看，查某大学生敢若是先弄着风拿，再搁弄去火这顶，弄的力头真大，奥多摆搁按进前来出50公尺远。因不明原因撞击路边耗资杆初步检视车辆未发现其他车辆擦撞的痕迹根据了解，姓谢的大学生妈妈今年5月才打过身，心情就捏袂好咧。家己搁拄到这种代志，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警方也搁咧调查，了解是毋是有外力造成车祸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和车有关系话题，高雄市市区停车位大家拢知讲有够歹找，有一寡民众看到富有车位无人停，规气阵违规停车，引起到颠倒有心的老母或者是在细汉囡仔的人塞车停无位。高雄市交通局即马处理会当讲是抓真严，4个月内拢总加查到1600外件，嘛希望大家发挥公德心，安尼才袂互警察开罚单。车驶入去停车场，定定是几落连续，也是拢找无停车位。有的民众为了省时间，看到画做粉红仔色的，互妈妈停的车架，就直接违规甲停落。您这个车位的是车上搭乘有孕妇或是育幼6岁以下的儿童。那我们希望在那个前挡风玻璃的明显处呢，放置相关的识别证明。高雄市交通局加强稽查，4个月内就查到1600多件没有放识别证的车辆。如果经查发现全数违规的话，市府也将进账高达100万的罚金。交通局为着避免开唔到罚单，嘛进一步做稽查，因发现1000外件内底，全部敢若3成是确定违规的，还有7成是有符合标准，煞无申请证明的。现在全高雄市呢，总共有278处的停车处所，总共设置了1420个孕妇的专用停车位。法令是规定裁罚新台币600到1200。那以高雄市的话，如果我们一般会裁罚600块。为今年6月开始，违停的人就会罚款。交通局嘛希望民众会当靠公德心咧，做伙维护有心的妈妈甲爱载囡仔的人的停车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社会事继续要来关心诈骗集团的人，一支嘴好蕊蕊，想空想芳，讲会当用发电来骗人。讲已经研发新奇的发电机，会当用电来发电，尤其是送100块的电力，会当换做300的电。讲会当卖互台电，按算一年赚1500亿。刑事局电侦大队分做几落路，抓到规台湾各县市的分公司，嘛抓到这个势力的主嫌，拢总清查到9个受害者，算的已经互伊骗2000多万。那个功率可以达到1倍、2倍，甚至3倍。台电演讲的人讲，已经研究出比即马任何发电的方式加出3倍以上。敢真正有这种发电机这么厉害？警方接到报案调查了后，发现其实这拢是诈骗的手法。他号称他是唯一无污染、无噪音、不建制费用低、高效能，而且不受气候影响。这间主打热能发电的科技公司讲，发明一种新奇的发电机，输入100块的电，就会当用380块的电。这种发电机只要启动了后，无需要任何能源，就会当自能发电，也就是以电来做电，拍破了全世界对电的改变。为着要请投资客上门。英文计划顶悬阁写着资本业爱500亿，会当卖予台电一年的营收1500亿，但事实上根本就唔捌甲台电签约。任何政党都不敢讲说，我
不去推动这个。抓准时机，一直说服投资客加入，真紧就有人相信。经过追查，公司对去年成立到即马有9个投资客受害，骗到手有2000万以上。警方最后总共抓到15个人，全部拢按照诈欺罪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嫌疑犯是利用人较软心，就拿来骗医生。台中5车一间病院有一个查甫摕囡仔转诊单，甲医生讲囡仔肠啊塌条咧，无钱来大病院互医生看。医生听到到地做软心，嘛真唔甘，要甲伊斗3工。这个查甫继续搬去，加先敲电话讲囡仔已经转去北京病院，拢总有3个医生斗的4000块摕互伊甲伊斗3工。事后才查讲，原来查甫是诈欺的杀手，医生气甲扑上网，原来互伊骗的医生。也有真侪人。这是我当时在安慰这个焦急的家属。就是伊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坐伫病院小离急诊的候诊区，病院的人一直甲伊按打，刷落查甫人接到电话，看起来真着急的款，佮行去急诊室的外口，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时阵拢总来4个医生，其中3个人好心摕钱予伊，尾啊佮陪查甫人离开病院，想袂到按头到尾拢是这个查甫人为着要骗钱，咧搬戏互人看。他还带了一张转诊单，下面还有盖医师章，他描述的真的是。太像了，真的可以得奥斯卡。急诊部的魏医师伫人面前铺文，甲3弟目屎的故事写出来，讲这个查甫人超30-40岁，迄天来到儿科急诊，着急甲强要哭出来，讲家己的囡仔肠啊烧塌，有脱水分气的情形。诊所的医生诊断爱送去大金病院，结果送到病院，健保卡所胖钱，钱拢爱家己出。尾啊，查甫人就一间病院4家去问，总算问到有医生会当斗3工啊，落尾就敲电话互因某，结果对方说带囡仔转去到上起身的迄间病院，查甫人哭到目屎四淋水，骂讲是安怎唔等伊去遐，因无法度负担。边仔医生看到就唔甘的，叫伊家囡仔留伫遐治疗。3个医生摕4000块出来互查甫人，边仔另外一个医生嘛感动到目屎滴落来，想袂到尾啊才发现，这全部拢是咧骗人的。查甫人是一个诈欺的犯人。我们有医师就有打电话去有院去询问，就发现并没有这个孩童挂号。查甫人真够欢喜，利用医师的爱心来骗医药费。就伫今年的6月，可能讲这个查甫人嘛伫中华用真相像的手法犯案。即马警方会主动介入调查，病院唔若报警，嘛提醒医疗人员爱注意，避免互这个查甫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为了20块银刷酒抓别人死，提醒店头加收钱，头家煞叫人客就爱酒抓。这人客来到中华这间小食店，点饭菜含20块银的贡丸汤，拢总付95块。因为汤无来，就那甲店头讲，头家过来该收20块。民众讲明明都已经付钱啊，头家煞当伊的面吊监视器，佮叫伊就爱酒抓。讲若无付会互车弄，甲人酒惨，实在真超过，害伊气甲规件代志铺上网络，讲后抓袂。搁再来啊！啊，你若摕75块我尔吼，你若摕无够互我，你现时叫车弄我死。只是食一个饭，店家竟然爱人客来酒抓，而且阁是酒当抓，人客嘛气甲来回呛，讲好，这到底是安怎？人客事后伫咧网络顶悬铺文，讲来到中华这间小食店食物件已经几落摆，平常时啊拢是点饭甲小菜，这摆加点一碗20块的贡丸汤，总共95块，伊真正纳9个10块，甲5个1块，但贡丸汤一直无送来，提醒店家了后汤来啊，只是头家阁要甲伊收20块，两个人就去冤家。无搞好我，你现时叫车弄我死。人家讲店家阁当伊的面来吊监视器，互伊感觉家己互人当作是贼仔，但上气的是店家呛伊讲，你若是有才调，就袂去摆夜市啊，互伊是火搁较倒，摆夜市啊，敢着有毋对？我超偌侪钱，20块尔，20块尔，笑死啊！为了10块是可能嘛袂安尼，伊嘛阿沙利啊沙利啊呐。人客嘛有讲要叫警察，店家讲毋免，就是爱伊来酒抓。最后人客等20块就离开，讲袂搁再来啊，而且甲经过铺上网络，为着20块，店家甲人客冤袂晓。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联合报公布上新的民调，讲有4.5%的民众认为民进党饲网军，有4.8%民众认为民进党选举乌白甲人抹黑。嘛网友更替讲，总统即嘛是4军的统帅加一个网军。总统撰文下早嘛有上新的回应。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新杰来查来了解。新杰。
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今天早上出席亚洲人权奖的颁奖典礼。而对于最新民调出炉，说有45%的民众认为民进党在养网军，更有48%的民众认为说民进党都在抹黑选战对手。现在更有网友酸说，现在认为总统是4军统帅，多了一个所谓的网军。对此，总统也做出最新回应，来听他怎么说。我觉得卡森的这个事件已经过度了那也不要再无限上纲了那苏家全院长办公室的主任，我是认得的但是他在立法院工作，他有他立法院工作的这个责任跟他的职责所在。KTR 总统强调，他认为政府每天都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澄清这些假讯息。而对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脸书批评说，认为总统每天都花40%的时间在竞选。对此，总统回应说，他认为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其实都是24小时的，因此他也不懂韩国瑜这个40%的时间在竞选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以上是最新现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另外，这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昨昏接受人访问时，伊承认讲，即马有咧准备要来接伊台北市长这个亏人。另外，网络嘛有一个作家讲到郭文德政治上上界大唔对，就是动用蔡壁如。来听郭文德上新的讲法。这是个好问题。你有没有建议？我没有建议，你们党自己有没有想到什么方法？坦白讲，我已经想很久了，还没想出什么好方法。现在是不是党里面有打算要打这个王科感？就是如果你这一次如果选不好的话，可能就没有之后了。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毕竟2022到2024，如果那个能量也要想一想看，有什么那个能量撑过去，我真的是选得很差，一下任的就等于就空间就很狭窄嘛，会困难度会变高。那你们现在就是因为像时代力量，他有黄国昌他在打弊嘛？那黄国昌在打弊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的政党的支持度是有起色的。那你们这边呢？其实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其实应该黄国昌打弊当然是很厉害，但是我们其实真正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弊案的政府嘛。像台北市政府在过去4年来，几乎弊案，我们只剩下那个工友跟人家收红包了，或者很基层的员警跟人家收红包，其他几乎没有弊案。所以坦白讲，说常常一个社会有打弊的英雄，反正是因为那个社会不正常。所以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没有弊案的政府，没有弊案的社会。那这才是我们台北市政府努力的目标。所以人家说，你们台北市政府没有什么弊可以打，我说对啊，这才是一个比较欧美先进国家要的模式。那是不是现在党内现在有建议，就是说希望不要再一直，就是碧如姐那边不要再一直讲，就是黄国昌不会上了，因为这样子反而会造成反效果。那就很客观的分析，你知道其实你要是问的话，觉得黄国昌还是应该排第一的。如果说以朋友的立场来讲，因为他还是，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嘛，只是说有时候就实际上选票的计算的时候。不过是这样的，这是时代力量的家务事的。我觉得你要问的话，我觉得当时不会把它排这个，这实在是太奇怪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一直讲这个黄国昌，因为你们的支持者跟黄国昌那边还是有重叠，那如果再这样子一直讲的话，反而对你们不是好的。没有，我是说我们其实这样的，我也跟大家跟他们的那些党务人员讲说，没不要太去讲其他党的事，特别是这样的其他小党的事。继续要查大家关心小连线上新的消息，先来关心天气变化。透早辐射冷却的效益影响，各地气温差不多是13度到16度这卡度。气象局嘛针对规台湾6个县市发布黄色灯号低温特报。你是温度的称较悬指数高温称较差不多26度。若你是暗时温度差真济，差不多10度。提醒大家出去到外口爱记得加套衫。若明仔载东北季风变较大，北部反天气变较凉冷，北部东半部地区日时的高温落到差不多20度，提醒大家都要较张持咧。
另外，这方面来看到，为了要防非洲猪瘟疫情拖入来到咱台湾，立法院顶礼拜通过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修正草案，特别新增加强管理网络购物平台条例。后日若是咧网络平台、网络大卖场或者是卖为非洲猪瘟疫区内相关产品，依法会当罚3万到15万，违规一届就罚一届。总统签名了后，这个条例就开始有效，按算这礼拜5就会当开始。在地事实空空来看到南投中寮乡有民众发觉徛街边仔的鸡条，和山鸟麻偷走入去内底来偷食鸡，后脚嘛受伤。研究人员赶紧来救，嘛唔敢伤过活，因为山鸟麻歹蹭蹭，即嘛当咧治疗，好啊了后就会甲伊放出去。研究人员呼吁讲减少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安尼山鸟麻才会当继续生团。遮看一个，遐看一个，细只就好，真好见。伫咧桌仔骹软来软去，无偌久，搁跳起咧桌仔顶来看东看西，看起来是充满戒备。悠悠啊，停伫咧壁棚内底，目睭捏一个捏一个，搁不时来喊尾，古锥模样真声目。但即只就好，进前走去南投中寮一个鸡寮内底，无小心将骹弄着伤。从位遮过时阵，感觉我鸡条内底有物件伫叮当，所以我就入去看卖。啊，结果看足生就好呢。哈！你看就好出现伫咧庄仔内，民众是真欢喜，嘛赶紧通报研究的人。敢若看到研究的人摕网仔来哩掠，拢无法度将伊掠着，最后将路塌的才顺利掠着伊。然后蛮年轻的个体，那因为它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觉得不大妙啦。放到笼子里，其实就发现它的后脚确实是受伤，而且已经有流血状态。虽然是真欢喜，但是嘛真烦恼。看到就好是真难得，但都有民众烦恼，是不是就好大的所在，互人迫害，才会走来人大的所在？其实石虎的生活范围本来跟人就很近哈，我们在很多大陆马路边的那个农地，也都有拍到石虎的出没，也就是因为就好大的所在，甲人的生活圈顶塔，研究的人特别呼吁民众减少使用农药甲除草剂，维持生态的自然，就好才有机会会当继续生存。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受动物走来到人的徛街，这是日本入冬以来各地温度一日啊8天寒死死，看天应该是乌蠅才会免受冬眠的季节。结果礼拜日，日本的新式馆一间诊所的仓库，传讲有乌蠅、乌白拢入去内底，算算的一届走3只蠅入去到人的徛街。附近的民众大家都惊到半小时，赶紧通报相关的单位。要掠蠅嘛真无简单，大家掠假会苦价白分货。日本米格塔传出有乌蠅出现，走入去诊所的仓库，甲人惊一下。当地民众展开掠蠅大作战，不过是真无用。今吹き矢を構えました。吹き矢を構えています。今発射しました。吹き矢を発射しました。熊が出てきました。動いています。黒い熊が入り口の中、ドアの奥の方に動き回っているのが見えます。初八下晡，民众发现乌蠅，赶紧来通报，捕猎的人随着赶来，而且对其中一只乌蠅来射麻醉枪，但无掌握到底有几只蠅伫咧内底，只好互乌蠅伫咧仓庫内底困一暝。ばったり会うと凶暴になっちゃうんでしょうね。怖いよね。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よ。今年はバカに多いでしょうね。计讲一透早经过调查，走入去仓库的是一只成年的乌蠅，甲2只细只乌蠅，有1公尺甲50公分悬，敢若是母囝3个想要找一个温暖的所在来休寒，才会走入来仓库。捕猎的人先开一枪，将乌蠅惊转去仓库，等甲乌蠅搁再来出现，捕猎的人先来麻醉大只蠅，而且用德哥确认这只蠅已经困去啊，才进入仓库将3只蠅拢总掠出来。熊が運び出されてきたようです。子熊でしょうか、ちょっと暴れ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ます。竟然为着这3只蠅，母家袂得喘，诊所嘛被迫来停诊。动物保护团队计划将乌蠅野放转去山区，但当地乌蠅一直出现，这摆甚至弄入去人家。动物保育甲民众的安全是要安怎准则，嘛已经变做是一个大问题。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东京奥运倒大时间到时阵，规世界真侪游客拢会来到日本佚佗，旅游大美生理早就已经起股。最近东京市中心到业者设一款新形态饭店，空间的规模比加盟港的旅社较大，也毋过比商业旅社较矮，互人讲是客舱旅社。伫咧网络开始引起人注意到，嘛已经有一寡食头路的人想要来带看卖试验者，刷来是要来拼外国自由行旅客市场。
加班到半暝，付袂着买房车，又搁无想要开伤济钱坐客停车。日本的上班族因会选择来住旅馆。最近东京市区出现一种新型的旅馆，叫做客舱型旅馆，伊的规格比加盟港啊旅馆较大，比商务旅馆有较细一丝啊。看伊的房间门是采用这个加盟港啊旅馆的这个门里啊设计，量基约有2底半的榻榻米遐大，也就是有平外。这个空间唔那大，阁有温水的所在，住一暝差不多是台票1300块以上。気軽に利用できるものですし、すごい便利で使いやすいものだと思います。除了个人的房间，伊洗分水的所在是采用共用的模式，硬体设备嘛较幼路佮简化，服务品质是要做到上好的程度。业者杀出菜色果子的沙拉餐点，也若早顿嘛有免费提供菜色果汁，也有运动服佮补的通照。安尼，通互爱养生的民众伫大饭店的时阵，嘛会当来依次锻炼身体。工期を大幅に短縮して展開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高立地の都内のエリアですとか、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への出店が可能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がメリットになります。嘛有业者选伫个时髦圣地东京青山，杀出这个女性专用的客舱型旅馆，住一暝爱台票1700块以上。主打的是有跨佮舒适的化妆间啊，而且佮免费提供化妆品甲保养品，安尼通互双手空空临时去住的人客较安踏。前回泊まった時は女子会したくて泊まりました。伫个饭店内底，还佫有设美甲的沙龙，而且特别伫个楼尾顶来打造烘肉区，遮尔啊舒适的天道内底，安尼通互查某囡仔院通伫个即个市中心来开趴，还佫会当感受到户外的气氛，安尼嘛是真侪女性的消费者看会上目。伫个2020年东京奥运进前，日本的旅馆业真拼势，要用更较多元的即个斗大价值来开拓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向近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美国一阵基因科工程的这个科学家，日日鸟鼠啊，也有9个身躯来做实验，找到8种抗老的方式，希望刷来会当用咱人的身躯，让人愈活愈少年。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已经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哈。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现在的蔡英文总统照宋楚瑜主席的标准，不会开飞机的人开飞机很危险。民进党的这些领导，人人一把武士刀，砍；国民党的人人一个马吉，好像随便你杀。你把我韩国瑜看得太傻了。我不是一般国民党党员，宁可相信韩国瑜一次，不可被蔡英文骗第2次。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这日就是锁，锁就是用来甲门、窗啊、箱啊、柜啊关起来，甲物件牵条咧，都要用号码或者是锁匙才会当开的家私，像咱讲门锁、车锁、喇叭锁，啊若是用做动词，就是讲甲锁甲倒起来这个动作，像咱讲锁门，也佫有锁车，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锁头，这就是锁的意思。啊，那第2个词锁门，就是咧讲用锁头甲物件锁起来这个动作。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合做伙。譬如讲，即间有上百年历史的国校啊，发觉一卡古早的保险柜，用锁头来锁门，安怎开拢开袂开。落尾请真侪高手来，真无简单才开开，内底其实无啥物。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锁，提供予大家参考。
继续要来关心，人咧讲人生道路精神检，越过15不中原。自古到今，真济皇帝拢想要长生不老。美国就一定基因工程的科学家，连鸟鼠也有狗仔身躯来做实验，找到8款抗老的方式，让动物会当回春。科学家下一步就是想要用咱人的身躯来做实验，希望会当让咱人愈活愈少年。电影内底男主角愈活愈少年，互人看了足新鲜的。不过，这款情景伫咧未来嘛，唔是梦，人可能真正会当气脑翻动。Reversing aging is one of these things that is easy to dismiss, to say either we don't need it or it's impossible. 哈佛教授叫伫科技带研究团队用鸟鼠甲狗仔做实验，用8种方法来抗老，结果动物的心脏、腰笑甲血糖的水平，拢倒转去少年的时阵，老化损伤的组织嘛会当修复，不但认知的能力提悬啊，反应嘛袂随着年岁增加来变慢。研究团队刷落来嘛要用人来做实验，看卖啊是毋是嘛会当有抗老的作用。It's not really editing genes, it's the gene function is going down, and so we're boosting it back up by putting in extra copies. 其实这项回春的实验上大的秘诀就是基因补充，会当帮助老化的基因倒转去少年的时阵。科技认为未来的20年，气脑翻动的技术会当成功用伫咧人的身躯。虽然不是基因编辑，但也是有道德的问题。若是人有同款的效果，恐惊也阁爱伫咧宗教、道德、法律者的层面找到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叫完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落菜来看到这顶火锅开120块就食会到，还会当食到规尾鲈鱼，会当讲大碗过满鱼。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不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啊！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今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哈。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我没有杀人呐！那当时死者在哪里？我不知道，没看到。要把尸体埋进土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跟郭豪生有关。你现在是我要我跟你解释我的不在场证明吗？我只是觉得不太合理。我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你是警察吧？我想要询问一下，申请领养手续需要具备的条件。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落菜，先来看到天气一个寒，真侪人爱食火锅。高雄有一间火锅店，为了要拼生意，杀200块的海产盘，食材内底有翅壳啊，也有日月ham。上界听目的是有龟尾鲈鱼，和点餐的人学了讲大碗过满钱。另外 CP 值同款真悬的，也有垦丁后壁哦，这间海产店，温酱香肠公点2盘的综合沙西米，头家一个出菜算算的，各地拢超过1公分高，算算的80地才400块尔，实在足会好。天气寒，就是爱食火锅，这回火锅的主角是伊。哎，这个盘120。海产盘捧出来，内底有鱼啊、蛤蟆，介绍嘛无讲真贵，100通块就当享受到。物价上涨，找不到这种锅了，而且东西又很新鲜，蛮物超所值的，料还蛮多的这样子。这盘到底有啥物好料的？今朝来看卖咧，虾啊、蛤蟆、土水蛤、日月蛤，佮有龟尾鲈鱼，拢总价120块。福点海产盘的民众普文问网友讲，你敢敢相信？这一尾鲈鱼的话，重量应该是67两重。如果市价的话，都是70-80块跑不掉的。
另外，同款真会好的，还有这盘沙西米。家的生鱼片几乎都是很老啊。来看卖啊，内底有啥物好料的？2份大份的综合沙西米，内底有三文鱼、丁满、青仔鱼，各种无同的鱼啊，每种拢有20块，大块拢超过1公分高，分量这么济，一盘煞只干那卖400块尔。CP 值蛮高的啊 ，CP 值蛮高的，真的，便宜也便宜，真的菜色很丰富啊。对，因为它鱼片还蛮厚的。我们这个就是薄利多销。其实，唔那一间伫后壁湖，还有真侪间海产店，拢可俗个大碗的沙西米来请人客，要用真常的介绍来改变大家对垦丁物件珍贵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款真无共款的菜，咱来看到珍珠粉鱼炒高丽菜，你敢有吃过？最近来社群的群组就出现这张宣传文章，内底有相片讲食高丽菜，学生囡仔较有法度考100分。另外，还有这组高丽菜来炒这个珍珠粉鱼，共款引起大家热烈讨论。原来因为最近高丽菜大出，南投县县政府为了要来推广高丽菜，特别设计宣传图来绍介高丽菜营养价值真悬，嘛有真侪创意料理。有人真好客，真是甲高丽菜摕去炒珍珠粉鱼，到底气味啥款？带大家来食看卖。遮尔啊大字写讲，自从食高丽菜了后，拢是考100分。下边还有高丽菜营养小常识，甲看边仔高丽菜料理推荐。既然有出现这个珍珠莲仔茶来炒高丽菜，又搁讲这敢若伫日本才会出现的神秘料理，安尼互人看到会犹豫讲，敢真正有这道菜咧？蛮有趣的，可能以后可以推个珍珠奶茶锅之类的。然后加一堆高丽菜。原来是因为高丽菜最近大出，南投县农会为着要来行销，才来想出这个趣味的套头，甲放在内的这个社群内底咧流传，果然来引起话题。即马这个南投农会嘛，真正有甲做出这道菜，听讲滋味阁袂歹哦。倒安尼甲切落去，就会当听到高丽菜脆脆的声音。用蒜啊芡芳了后，再甲高丽菜甲炒到这个叶啊较软溜，刷落来就会当掺入乌珍珠粉圆，上尾再过来刷一寡米酒甲佐料，安尼这个芳滚滚的珍珠炒高丽菜就会当芳上桌了。有那个高丽菜的甜度出来，然后又有那个珍珠的一些淡淡的香气，还有 QQ 的，我觉得还蛮搭的。冬天吃火锅多，火锅里面大部分很多都会放高丽菜，而且高丽菜的。它的营养成分相当的丰富哈，所以在此呼吁哈，我们消费者多吃高丽菜。为着要来行销农产品，农会出奇招，结合时事青笑的话题，来做出创意料理。这就食到咸芳甜啊咸芳甜的滋味。虽然讲内底无掺柠茶，不过这款特殊的口感，嘛互民众感觉真奇妙。这就行销方式，果然伫媒体顶悬来正做话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话题来看到，本来是一个足一般的家庭主妇，煞会当做冠军肉丸出来。头家张秀卿，伊囡仔读大学了后，开始想要来创业，家己做头家。本地真爱煮食，特别走来去中华老店会肉丸店拜师学艺。落尾家己开店，头起先敢若卖竹笋口味。落尾寒天因为无出竹笋，伊规气用蚵仔来代替，做这款好滋味，嘛变做店里上界出名的看板。一粒一粒巴煮的肉丸，伫个油店内底安尼呛呛滚。这间的肉丸伊唔是用低温的，若要上刀进前，都要先煎过2遍。我第一次炸的时候是让它中心热，第二次的时候就是让它的外皮酥脆。一直咧不泡的热油，甲肉丸煎到外皮脆酥啊脆酥，倒一个甲切落去，听声就知影。甲煎开了后，看内底实在真有料。这粒肉丸内底包的是较罕你看到的蚵仔内鸭，有这个包甲满满的猪肉甲蚵仔角。若想讲要食较清爽利口的，会当来选这款用吹的。甲看伊的外皮安尼吹甲骨溜佮透清，食着袂烂下。嘛会当来甲选择这款甜甲吹豆豆来甲食，嘛真有滋味。外面很少看到这个包芋头的，而且吃起来就是有颗粒的感觉，就是可以吃到芋头味，而且还蛮浓。张秀卿伊做肉丸的功夫是对一间肉丸老店来的。伊原本是一个家庭主妇，生活是扣动伫个3个囡仔这个身上，一直到这个细汉查某囝都已经上大学啊，伊就开始来思考无同的人生。我周遭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欢做吃的，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你可以去卖吃的。”伊真想要开小食店，
想到老母真爱食园林一间老字号的肉圆，才特别去到店家安尼拜师学艺。我很感谢，因为他不藏私的，把所有的食材还有配方都告诉我，我去跟他学2天。开2天，就把手艺甲学转来，靠家己的天分和半个月面前咧试验，肉圆店就正式来甲开。拄开始是卖这个竹笋的口味。竹笋冬天量少，而且成本又高。后来因为我大女儿，她就建议我说，芋头也不错，我们就想说好，芋头也尝试看看。自从出这个蚵仔肉圆真受欢迎，颠倒来成做特色产品。伫个伊开店的第6年，参加第1届的肉圆节比赛，张秀卿伊家己嘛无想讲会去摕到头坎的，苏当时来成做这个冠军出名的店。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想说，我们是新人，所以想说去观摩一些老店的优点。因嘛袂因为安尼就较伤人，规家伙也是安尼靠较面前咧做。互这个好滋味，这几年来，伊的人气是安尼呛滚。记者综合报道。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不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今天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哈。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我没有杀人呐！那当时死者在哪里？我不知道，没看到。要把尸体埋进土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跟郭豪生有关。你现在是我要我跟你解释我的不在场证明吗？我只是觉得不太合理，我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你是警察吧？我想要询问一下，申请领养手续需要具备的条件。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今日夜晚8点到10点，请收看中孝节义。寿星的生日就是妈妈的母难日，母母可以来的话，执行长一定会很高兴的。好啊，给他一个惊喜。老师。真的看着我们小朋友吗？这个仇人就没有办法。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第2个欢迎国际巨星小 S， 排场，2020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跪在平衡车上移动，并用器具击破对方身上所有的鸡蛋。
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烈烈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不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再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今天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哈。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我没有杀人呐！那当时死者在哪里？我不知道，没看到。要把尸体埋进土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跟郭豪生有关。你现在是我要我跟你解释我的不在场证明吗？我只是觉得不太合理，我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你是警察吧？我想要询问一下，申请领养手续需要具备的条件。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今天夜晚8点到10点，请收看忠孝节义。寿星的生日就是妈妈的母难日，母母可以来的话，执行长一定会很高兴的。好啊，给他一个惊喜。老师。妈妈，是他害得我们家伙人亡，家里头人就没有爸爸。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让我们欢迎国际巨星小 S。台上，2020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欣赏，这是云林乌山水库这间生态园区。这阵发觉到一顶高山仔伫咧遮出入，其中上界遐目的就是这只高山仔囝，几只白死鲨是一只白猴。其实无偌久进前，有人伫咧2年前发觉到这只白猴应该是无共只。这阵又搁出现白猴，附近的人拢感觉足欢喜。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教新闻。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
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